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24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24天，同时也是莫吉塔巴哈梅内2消失的第24天，依然无声音无图像。这两天这个伊朗的局势还是以互相威胁为主，眼看着就要升级，但是能不能升级，那就看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吧。具体怎么回事呢？就是特朗普昨天不是发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知嘛，要求伊朗要保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48小时之内如果做不到，美国就要炸伊朗的电厂，从那个最大的开始。我看有媒体报道伊朗最大的电厂是个核电厂，但是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总之特朗普这个人说话不着调结果这个特朗普这个威胁一出这伊朗人大家也懂的，嘴上是没有输过的实际上怎么样大家都心里有数，但是嘴上伊斯兰革命卫队那是不可能输所以这个特朗普前面话音刚落，后面伊朗出了一波人来怼这个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2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强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袭击伊朗发电厂的威胁付诸实施，伊朗将立即采取4项惩罚性措施。哪4项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关闭。那这个到底惩罚谁呢？这个好像不是惩罚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更像是惩罚正义联盟的二哥当然了，还有这个日本、韩国印度，他们直接受损失这个大范围打击以色列所有的发电设施、能源以及通信基础设施。那你这个还说得过去美国炸你的电厂，你炸以色列的电厂，勉强能说得过去因为以色列现在正在跟伊朗开战嘛。彻底摧毁中东地区所有美国持股的公司，这个某种程度上也能说得过去吧。你做初一，我做15，你炸我的电厂，我炸你在中东的这个美国的资产甚至包括那个什么金融机构银行，这个我觉得能说得过去你炸我电厂嘛，对不对？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他要炸地区所有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其发电设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这个就有点扩大了。一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有点扩大了，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基本上不从这儿走第二个呢，你打击中东国家的那些发电厂，这个有点过分。当然了，这个伊朗人呢，基本上是过贼瘾这还没完呢。然后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发表声明说，如果特朗普要打伊朗的发电站，那么伊朗就要打这个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盟友的所有能源、信息技术、海水淡化设施。大家都知道中东国家他们高度依赖海水淡化设施，因为他们饮水非常困难，反正几乎上都是这个问题你停电，中东的人民说不定还能有活路还能扛，对吧？也可以发电机嘛。但是你要打这个海水淡化设施，那就很多人，那就会人道主义危机很多人就会被渴死，这个也有点过了这就升级了，叫3星病狂。这个迪拜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拥有320万粉丝的马里奥·纳瓦尔22日指出，他说在伊朗的回应中，这是最关键的词汇，因为海水淡化设施是海湾国家的生命线。他警告称，伊朗刚刚发出的威胁可能使海湾地区陷入瘫痪。实际上这个中东这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依赖海水淡化设施。这还不算完呢，这伊朗人还列出了个清单你特朗普不是说要炸伊朗最大的电厂吗？那我列个清单给你看看。这个清单就是世界最大的淡水这个海水淡化厂叫拉斯海尔海水淡化厂，舒盖格发电厂，这是沙特阿拉伯南部电网，哈尔萨发电厂，这是卡塔尔的电网，拉斯拉凡 C 电站，这是卡塔尔的生命线，塔维拉海水淡化厂，这是海湾地区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之一，这是阿联酋的巴卡拉发电站，这是阿联酋的核电站，巴林的主要水源叫杜尔发电站，你看等等他给你列了一个清单，就照这个炸，并且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了伊朗将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全球互联网光纤电缆，给你们断网，并且这个伊朗议会议长
卡利巴夫啊，随后也出来说话啊，如果伊朗的这个发电厂遭到打击，那么整个地区此类目标都将被视为合法目标，并将遭到不可逆转的摧毁。这个议长啊，卡利巴夫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啊，除了美国军事基地，为美军军费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也是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方面正对相关金融资产流动进行监测，并称这是最后的警告。这个伊朗人啊，嘴上就没输过，但是这个也激怒了特朗普啊，特朗普那嘴上更不能输啊，所以特朗普立马给出回击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刚刚声明，如果我们轰炸伊朗的发电厂，他们将轰炸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特朗普说啊，切勿如此，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海湾国家的大多数人依靠这些淡水厂获得日常饮用水，由此造成死亡和苦难程度将堪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伊朗的恐怖政权真的这么做了，我们可能不得不动用我们自己的此类武器进行回应。我祈祷永远不必这样做，但如果数百万生命危在旦夕，我绝不会犹豫。你看看，威胁升级了啊！特朗普的话，那个言下之意就是啊，你要炸这个海湾国家的淡水，这海水淡化厂，那就相当于扔煤气罐。既然你扔煤气罐，那我就扔真煤气罐。不要以为我不敢做啊！面对数百万人的这个生死啊，我毫不犹豫要扔煤气罐。这个你看啊，这个威胁的意味啊，是不是升级了？非常浓啊！而且啊，现在啊，离特朗普设定的48个小时最后期限不足12个小时了。吃瓜群众啊，纷纷表示啊，看热闹不嫌事大，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特朗普说话算数还是不算数。大家也知道啊，昨天啊，这个伊朗向以色列啊发射了这个什么导弹啊，有2枚导弹啊突破了这个以色列这个铁穹防空网，然后炸中了这个平民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说啊，伊朗袭击以色列迪莫纳核电站是为了报复昨天，就是前天早上啊，以色列对纳坦兹核设施的袭击。但是啊，伊朗的这个导弹啊偏离了目标也不远，也就偏离了20公里，也没打中那个迪莫纳核电站，打中了一个居民区，造成了大概上百人的伤亡，死的还没有，都是受伤啊。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亲自跑过去视察和慰问啊。内塔尼亚胡在视察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导弹袭击地区时表示，整个国家和后方都处于战斗状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斗，粉碎敌人。内塔尼亚胡敦促该国公民前往避难所，并警告他们不要粗心大意或漠不关心，一旦听到第一个警告就立即前往避难所，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就能保护住所有的人的命。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如这个一个是这个打了将近1个月了啊，天天都听到警报声，天天往防空洞跑啊，往避难所跑，已经麻木了。而且事实上啊，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系统啊很先进，就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打到现在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对吧？到现在也没听说以色列死多少人，所以啊，很多人就是长期这种状态下已经疲惫了，所以看到导弹啊警报什么的，他已经不跑了，不第一时间钻进这个避难所防空洞，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将近上百人受伤。某种程度上啊，也是过于相信以色列这个防空系统。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说啊，他说如果有人需要解释为什么伊朗是文明的敌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和威胁，那么过去48小时里你们已经得到答案。什么意思呢？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意思就是我们你看啊，打击的都是伊朗的战略设施、军事资产或者跟军事相关的，而这个伊朗呢专门打居民区、打平民，所以他们是文明世界的敌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还呼吁全世界的领导人响应特朗普的号召。他说啊，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是为所有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内塔尼亚胡啊已经把这个美以啊对伊朗的混合双打上升到了一个高度，是为全人类、为世界而战啊，不是为了美国和以色列。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啊能说得过去。就好比啊让猴子掌握了一个先进武器，你知道有多么可怕吗？这个卢比奥说过啊，伊朗是个神权国家，这个神权国家它的思维方式跟世俗国家是不一样的，它一旦掌握了核武器，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玩。所以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就说了啊，他说在伊朗问题上，美方需要以升级手段实现局势降级。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很辩证啊，就是对伊朗要升级来实现整个地区局势的降级，那也就是对伊朗打得还不够狠啊，还是痛揍，这叫升级，打服了，实现整个地区的局势降级。这个贝森特还说啊，他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
说啊，他说假设油价暂时高企50天，但能够换来中东50年的和平，不再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之后价格自然会回落。但被问及油价回落的时间表时，他曾经说不知道是30天、50天还是100天。贝森特指出啊，轻质原油价格保持在$100以下，并没有像俄乌战争爆发初期那样大幅飙升，原因之一在于市场供应十分充足，而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都确保了这一点。实际上啊，很多这个拉美国家，还有其他的世界上产油国家啊，就趁着现在这个混乱，玩命的在这个加大产量，都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啊。现在是抢占市场最好的时候。你比如说大国是个石油进口大国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大国的进口渠道10来个嘛，那还有很多产油国啊都没有排进大国的这个名单。这个时候你如果签进来了，供应稳定，对吧？价格合理，那你就相当于你就签了一个大客户啊，你的油就进来了。一般的一旦用好了，他不会轻易把你换掉啊。这个搞过供应链的人都懂。所以说啊，很多其他的产油国啊，现在玩命的啊，不受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影响的，不受美国制裁的啊，这些产油国拼命的扩产。实际上非洲有些国家也在产油啊，你只要对它加大投资，它的产油的这个能力啊还可以提升。什么埃塞俄比亚是吧？那也是产油国啊。你比如说啊，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表示，阿根廷拥有充足的油气储量，准备向欧盟供应。这个国家现在啊都抓住机会啊，赶紧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你像非洲国家啊，有时候他们这个设备落后，对吧？得不到更多的外资投资啊，他们以往啊在这个原油市场的竞争中占不到优势。那现在沙特，对吧？阿联酋这个国家产量产能受影响，包括俄罗斯，所以这个国家啊，非洲包括阿根廷这个国家，它都加大马力啊在开采。所以说真正着急的是中东的这些网页国，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客户他市场丢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双方的轰炸啊，刚才是斗嘴啊。23日凌晨，伊朗发动了真实承诺4第75轮军事行动，攻击伊朗情报部门新发现的以色列军队驻地和美军位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的空军基地。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声称啊发射了各种新型导弹啊，这个导弹的名字反正挺奇怪的啊，咱就不念了。说直接命中目标损毁严重。声明表示，凭借新型战术和升级后系统，此次行动导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陷入战略混乱，并造成地区内美以多层防空体系崩溃，严重干扰了美军的武器补给链。声明强调，伊朗此前就地区冲突扩大化向美国、以色列发出警告。伊朗武装部队重申，若敌方针对伊朗的人口中心或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攻击，伊朗将采取超出预期的报复措施。这个伊朗呢，又是75轮啊，又是76轮，各种这个打击啊，搞得好像这个伊朗是在吊打美以，不是美以在给伊朗混合治疗啊。从这个简中媒体啊，尤其是这个抖音上面，大家看到的恐怕是伊朗在单方面吊打美以啊，对吧？完全颠倒过了啊。实际上所谓的什么75轮啊、74轮，无非就是放了几颗导弹啊，说现在一天啊能放20枚导弹，几十架无人机，这就已经不错了。对以色列、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基地的打击啊，效果非常有限。而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的打击那是实打实的，那叫一个惨。首先啊，美国空军昨天啊再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博拉兹詹地区的一个地下导弹设施，此次袭击使用了B2-幽灵战略轰炸机投下的 GBU-57大型钻地弹。根据媒体报道啊，该地点不断传来爆炸声，什么意思啊？那就2次殉爆啊，3次，对吧？里面的导弹呢叫连环炸，这表明那里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不过现在都已经当作烟花放掉了。美以联军今天还大规模空袭了伊斯法罕的伊朗革命卫队基地，浓烟滚滚。周六上午，伊朗的叫德兹夫勒地区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伊朗最重要最大的空军基地叫瓦赫达提空军基地遭到美以联军的猛烈轰炸，目标是导弹仓库，发生了多次威力巨大的2次爆炸，大量的导弹被摧毁。这就是伊朗啊，他那个偷偷摸摸发射导弹，你终究是会被美国、以色列捕捉到的，对吧？它能定位你的这个地下导弹库啊、导弹城在哪里。人家一旦摸准了，对吧？夜里人家就派 B2-幽灵轰炸机啊，给你扔几个 GBU 下
下来，你就完了。根据伊朗伊斯法罕什么法尔斯通通讯社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军队对位于伊朗纳坦兹的沙希德埃哈迈德罗善核设施再次发动空袭。当地政府报告称空袭后未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这是去年6月午夜铁锤行动期间，美国空军 B2 精灵幽灵远程战略轰炸机使用 GBU-57 大型钻地弹袭击的3处设施之一，也就是这个美以不放心跑来又炸一遍。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23日电，以色列国防军23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以军已开始大规模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基础设施。所以说3月23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出多次巨大的爆炸声。这个是 CCTV 报道的，说总台记者拍摄到独家视频显示，其中一处爆炸地点在德黑兰东部地区。爆炸发生后，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你说这不是高级黑吗？都炸完了，你防空系统启动？这是央视报道的这央视到底是站哪一边的？这不是长美以的志气，灭对吧？正义联盟三哥的这个威风吗？三弟正义联盟三弟威风不过这个伊朗人虽然这个导弹库被炸，但是他们嘴是最硬的浑身上下嘴最硬这个伊朗的指挥官兼议员他就说了说美国以色列虽然把这个导弹库给炸了，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仓库里藏了什么武器。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不应该向其他国家求助。也就是说你把我们导弹库炸了，但是你不知道炸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袭击了德黑兰一处战略研发设施，该设施据称用于研发核武器部件。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空军根据精确情报实施了此次袭击，目标是与伊朗军事工业和弹道导弹计划有关的地点。这是对这个军事设施对吧，导弹库以及这个核设施的这个打击。那么对这些刽子手这以色列也没放过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指挥官赛义德阿加贾尼这个家伙发现这个德黑兰大城市不安全，所以他藏身于伊朗北部里海沿岸，这不是靠着俄罗斯近吗？在那边叫一个拉姆萨尔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结果也不知道怎么被以色列人知道了给他定位了。所以昨天早上以色列人发射了一枚导弹对阿加贾尼藏身处进行了空袭。目前证实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指挥官已经死亡。这个人他被美国悬赏100万美元，估计是没事就指挥那个沙赫德136无人机向这个中东国家，像以色列或者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去轰炸的。我们再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什么情况？这个伊朗的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并未被封锁，在遵守因战争形势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前提下，船舶仍可以继续在该水道航行。同时声明阐述了伊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航行安全的原则立场。这个伊朗外交部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说，属于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参与侵略国家的船只不符合正常和非敌对通行条件，伊朗将依法予以处理。属于其他国家或与其有关联的非敌对船只，只要没有参与或配合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并遵守伊朗方面公布的安全规章和措施，即可在与伊方主管部门协商后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可持续安全与稳定，针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和威胁必须停止。美国和以色列破坏伊朗稳定的行动必须停止，伊朗合法利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天通过社交媒体阐述了上述原则。他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威胁，与其威胁不如尊重，没有贸易自由就没有航行自由。这个显然设置了这么多条件，这么条条框框，就是不想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所以特朗普给了一个48小时，别废话。这个伊朗的外交部说话实际上跟特朗普是一样的，也是不算数。因为伊朗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强硬派在主事，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强也没有什么权利，他倒是愿意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无阻，但是他做不了主。我看网上有人报道说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要收过路费。说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证实，对通过海峡船只收取200万美元的过境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拉丁·博鲁杰尔迪3月22日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这是47年后在海峡建立的新主权制度，战争有成本，我们必须这样做来资助战争。你说
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让大国的盘盘们支持伊朗是吗？他这个每艘船啊收200万的过境费，怪不得大国的这个油价涨得这么快啊。具体的哪些国家的船用什么货物的船要交过路费，这个都没有定论。但是也有媒体报道说日本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支付了200万美元。德黑兰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采取了一种新做法，开始向部分船舶收取约200万美元的费用。伊朗已确认其中一笔油轮的付款来自日本。还有说印度为了他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向伊朗交付了200万美元，并且还有传言说但这都是传言了没有这个得到核实，说印度油轮首用人民币支付伊朗过路费，绕开美金。近日，伊朗提出人民币换航权政策，允许非敌对国家船舶在以人民币结算的前提下通过。一艘印度油轮正式通过人民币向伊朗支付了约200万美元的过路费或贸易款项，并在伊朗海军协调下安全通过海峡。这些都是媒体报道不知道真假，很难辨别我们再看看美国在整什么动作。有数名美国官员近日向媒体证实，美军已加速向中东部署数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此次部署包括全10号两栖攻击舰编队和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以及波特兰号、康斯托克号两栖登陆舰，共搭载4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及其他人员。如果再算上从日本启程的那个迪利波里号2500名，那这个海军陆战队就已经7-8千名了，都在往这个中东集结另外美军的第82王牌空降师，这个号称18小时内可以到达全球任何热点地区。那这支部队已经部署到了欧洲，从欧洲到这个中东，那就很快了，那就实施空降了就是夺岛所以说现在这个美军已经1万多名士兵已经准备好，并且美国部署 A10攻击机和 AH-64在霍尔木兹海峡拦截伊朗船只和无人机。这个美军不仅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哈尔科岛什么的派这个无人机在侦察，还派这个 A10攻击机在巡逻。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已向阿拉伯海部署了一艘核潜艇，若获得首相授权，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也就是可以在这个潜艇里面发射这个战斧导弹阿联酋国防部说阿联酋防空系统今日拦截了3枚弹道导弹以及8架无人机。自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我们已累计拦截341枚弹道导弹、15枚巡航导弹以及1748架无人机。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加利巴夫又开始出昏招了什么叫昏招呢？我感觉是要对这个正义联盟二哥下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购买美国国债等于资助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些债券浸透了伊朗人的鲜血，并宣称持有者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这是对美以近期军事行动的回应。你说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你这干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你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吧？让正义联盟二哥受损失，这盘盘们就不说了，都是为了反美嘛。结果你这回你要打击这个买美国国债，就等于是资助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正义联盟二哥是买美国国债最多的，你这是要报复二哥不知道盘盘们怎么办呢？如果伊朗跟二哥动手了，不知道盘盘支持谁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个伊朗已经被打急眼了，已经没办法分清敌我，王八拳乱抡这简直是闹笑话。所以说伊朗现在是个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无头的苍蝇还能扑腾几天呢？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